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又係到咗黎 Sir 學堂嘅時間啦。嗱，呢一集咧會介紹同埋講解分析2025年 DSE 中文科卷1嘅月報第2篇柯宇芬比正路還長的巷子。呢一集咧會簡介呢一篇文章嘅主題內容、答題技巧同埋閱讀嘅策略。最後咧我會估計2025年 DSE 中文科卷1嘅操卷成績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刻去片。嗱，其實咧比正路還長的巷子係一篇嘅描寫抒情文，係運用咗借景抒情嘅，以汽車比喻城市嘅壓迫，以巷子比喻人生向往鄉郊嗰種閒適生活而抒發感悟嘅。嗱，成篇文章咧一共有10段嘅，先係描寫城市嘅巷子生活令人壓迫鬱悶、慌亂不安，然後係以城郊巷子作對比，領悟大自然的永恆同埋人類嘅渺小。最後係突出主題，以鄉村巷子嘅悠閒生活領悟人生短促，以從容嘅心境面對人生。所以咧都算係屬於以道家嘅角度看破名利得失嘅人生觀。睇翻第16題啦，先為以下第2段文句的空白處補上一個可與前文對照的詞語。要留意對照嘅要求，兩側的房子低首斂微，係以擬人法描寫住戶嘅卑微，而沒有大馬路上的高樓那樣，係要求考生配上一個對照嘅詞語。原則係一，要與低首斂微、住戶卑微咧構成對比；二係以擬人法形容馬路上的高樓嘅。答案咧係意氣風發、趾高氣揚、得意洋洋、昂首挺胸等等。黎老師嘅答案正確，而考生嘅表現欠佳。第17題是根據以下第2段的引文回答所附問題。一，這段文字運用了什麼修辭手法？比擬、比喻、誇張、借代。首先要明白比喻咧係夾象喻，例如長城像一條巨龍，而比擬咧係包括擬人同埋擬物，即是把甲的動作情感寫成乙的動作同埋情感。例如長城終於甦醒過來了。我哋睇翻相關嘅句子，雨水像一段委屈的心事，而淚汪汪悶壞了，陰着臉就回淺你一腳的願意，係用咗比擬。所以答案係 A， 比擬和比喻。呢一題黎 Sir 咧就錯誤啦，考生表現理想。第2項，以下哪項有關這段文字的陳述最恰當？用情入境，韻味無窮，風趣骨稽，意在言外，描寫細緻，寓意深刻，構思巧妙，生動傳神。我哋可以運用剔除法，因為引文咧係帶點怨氣，所以咧並非骨稽。而描寫雖然細膩啊，但係寓意唔算太深刻。作者將失意之情咧係融入咗景物之中嘅，但係韻味咧又唔算太深，所以答案係 D， 因為係運用咗生動傳神嘅比喻同埋擬人，構思咧出人意表嘅。呢一題咧黎 Sir 又錯啦，考生表現尚可。18題嘅1，要求考生揾出巷子嘅特點同人生嘅處境相似之處，例如房子矮小、環境局促，可以揾到相關嘅句子。同學可以諗一諗與人生相似之處嘅處境。答案咧係人生失意、困頓、鬱悶不安。黎 Sir 嘅答案唔夠貼切，而考生嘅表現咧就差劣。跟住係第2項，人生嘅處境係遇上波折起伏，便會感到惴惴不安。同學應該記得始得西山行最律呢一句。我哋揾到高低不齊的騎樓等等嘅句子，所以答案係狹窄曲折、崎嶇不平。而黎 Sir 嘅答案準確，考生咧表現亦都不俗。至於第4段，兩側的大門緊閉，後方時有開了近光燈的車子逼近。我哋揾到咧作者以考生趕路啊、被車燈打擾、心情好急切、非常惱人等等嘅句子。又可以呼應第1項人生失意嘅處境。所以答案係因生活壓迫而感到慌亂。黎 Sir 嘅答案尚算準確，而考生嘅表現咧差劣。
好，第19題，作者在第5段書述了什麼感悟？是以自己的文字概括，並把答案寫在方格之內。我哋可以喺段落之中揾到相關嘅句子，係大自然的永恆和人類的渺小作對比。所以答案係比起自然之永恆，人類更顯得渺小。而禮 Sir 嘅答案正確，考生嘅表現尚可。20題嘅分題1，作者在這段文字營造了怎樣的節奏？答案須是兩字詞。要注意嘅係順隨文意發展嘅字眼。咁我哋就會睇睇呢一篇文章嘅結構脈絡啦。上半部主要係寫城市巷子生活壓迫，所以節奏應該係急速嘅。而下半部主要係寫鄉鎮巷子生活悠閒，所以節奏應該係緩慢嘅。答案係緩慢、柔和、平穩。禮 Sir 嘅答案係書隨，方向正確，但係考生表現欠佳。第2題，我們坐在那兒看他，彷彿看見人生。他對人生有何感悟？我哋喺第10段先揾出坐在那兒究竟係指咩地方先？其實係第8段嘅騎樓之下，從而就帶出悠閒恬靜嘅生活先至係人生。以下係考評局嘅答案：忘卻時間與生活的催逼，心境才可以閒逸，從容不迫，從而真切地感受人生。而禮 Sir 嘅答案就忽略咗下半部鄉鎮悠閒嘅段子，不給分。考生嘅表現尚可。第20題嘅第3項，是就第9段引文的特點，說明上述領悟。要注意嘅係引文特點同埋領悟嘅字眼。不過禮 Sir 就認為要求考生從引文之中指出特點，再兼論作者嘅領悟難度實在太高啦。如果我哋從句式上去分析嘅話，作者係運用咗排比，然後帶出唔同層面嘅思緒，即是萬物不斷咁樣流逝而不着痕跡。從內容含義嘅象徵去分析嘅話，雞群走過就係不受拘束、自由自在。鄰居老太太拘留行過，象徵生活隨心，不受時間拘限。蝴蝶飛過，象徵美好的事物。蒼蠅來過，討厭的事物。貓影子飄過，象徵虛幻的念頭。千百個念頭閃過，象徵消散的念頭。沒有一輛車經過，象徵不執一念，內心安寧。而禮 Sir 就認為考評局係想以考生嘅悟性嚟到分水平嘅高下。以下係考評局嘅答案。人常常因為生活的催逼而惶惶然不安，如能從容面對，時間便彷彿不存在，就是年老了，也不覺歲月催人。可順應自己的步調，舉舉而行，更能體會人與物兩不相妨，明白隨心而行才是生活的真諦。如引文中，雞不為飯籠所困，能隨意踱步，而美好的、討厭的事物，如貓影子那樣一閃而逝。由他走過、行過、飛過、來過、飄過、閃過，只要一念不執，自然不成困擾，一切隨意，內心自然得以寧定。至於禮 Sir 嘅答案，大概可以攞到2分，而考生呢一題表現差劣。呢一個係上品嘅事例，同學可以截圖參考，呢一度唔再詳細講啦。最後喺呢個部分，卷1第2篇有13分，不過不失。綜合翻2025年卷1嘅成績，甲部大概係25分，乙部大概44分，合計一共69分。通常考公開試臨場會緊張失準，所以打個9折，大概62分到啦，應該係可以達到5級嘅水平嘅。咁下個月就係主科開考嘅大日子啦，相信26年嘅 DSE 正在努力之中，我就預祝大家考試成功，下次再見。